今日珠科視點嘅頭條，我哋要用廣州話嚟到講下廣州話。有關廣州電視台部分頻道要改為普語播報，以此嚟改善亞運軟環境嘅提案，一石激起千層浪。數千名嘅網友喺微博入邊發表意見，議論紛紛。我哋首先喺呢度要為廣州市民行使自己權利、表達自己意願嘅熱情同勇氣鼓一下掌。據唔完全統計，目前全球係有1億左右嘅人用緊粵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就已經將粵語列入到語言嘅範疇。呢一個喺中國嘅方言入邊可以話只此一家。目前唔單止係粵港澳貴，就算你話去到咩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粵語亦都進入到呢一啲國家語言嘅前3位，成為咗當地居民最主要使用嘅語言啦。但令人不解嘅係喺粵語發源地嘅廣州，你話普粵之戰偏偏係此起彼伏，各色人等對於改粵為普仲係樂此不疲。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廣州以佢博大同埋寬容，包容咗各地人士各種嘅語言。到頭嚟呢，作為本土語言喺電視屏幕上邊佢竟然可能難有容身之所，真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眼神州大地，你話普通話同各種嘅方言和平共處，甚至乎融合嘅例子比比皆是。所謂純粹嘅普通話，基本上可以話唔存在。近年嚟，方言加入去普通話嘅情況越嚟越多啦。例如忽悠呢一個典型就係東北話，已經成為咗普通話。又例如源自於我哋省港澳嘅埋單，亦都係風行大江南北。如果嚴格要求電視台用標準嘅普通話播音，大概連中央電視台都要收聲啦。廣州人向來支持推普嘅，亦都知道一個有10幾億人口嘅大國，冇統一嘅語言，根本就唔可能話進行有效嘅交流。事實上，近20-30年以嚟廣州人嘅普通話水平程度已經係有好大進步。最好嘅例子今時今日，你去到街市，啲婆婆阿嬸都可以用煲冬瓜嚟到去講價。周恩來總理喺大革命時期喺廣州做嘢嘅時候，佢提倡要學講粵語，以利於開展工作。李長春同志初任廣東省委書記嘅時候，亦都講過，中央領導人希望佢嚟廣州工作要學廣州話。廣州市政協主席林元和嚟到廣州做嘢嘅時候，亦都主動要學講粵語，因為佢哋明白，你唔了解、唔掌握一個地方嘅方言，點樣可以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呢？點樣可以更好去體察民情民意，為人民服務呢？同飲珠江水，共為廣州人，學識呢一個城市有悠久歷史，保留咗諸多古音嘅粵語，相信唔會係一件丟架嘅事。呢一個同廣州係咪需要一個上衛星嘅電視頻道，好似真係冇乜太大拉楞。市政協嘅調查表明，有80%廣州市民係反對電視台改成普語播音。搞笑嘅係，提案裏邊話改播普通話理由之一係促進人口素質同埋文化程度嘅提高。原來喺某啲人嘅眼中，語言仲係分3、6、9等。原來佢哋認為換一種語言就會令到一個城市一夜之間變得文明。喺大家為講粵語定係講普通話爭論不休嘅時候，呢一啲嘅語言文明論更加值得警惕。普語同粵語並唔係天生嘅宿敵，為語言強加呢啲貴賤之分嘅人，先至係口水戰嘅始作俑者。粵語並唔單單只係廣州人嘅粵語，佢更加係中國嘅粵語，係世界嘅粵語。當大家達成咗呢一個共識嗰陣，好多爭論、好多爭議，相信就會變得無聊兼夾冇癮。今日呢一個話題喺天涯論壇珠科在線引發咗好激烈嘅討論。下邊只係部分網友嘅言論。網友廣州老鬼就話啦，上升就唔可以用廣州話，真係搞笑。按照呢一個邏輯，要上升應該用英文啊。呢位網友就話啦，香港夠國際化啦，電視台咪又一樣係用緊粵語。仲有網友話，就算我哋100%贊成用廣州話播出一樣佢哋話可以點就點噶，我哋小市民冇決定權。呢位網友就話啦，記住係呢一個捍衛粵語，就唔係抵制普通話。呢一個就係我哋廣州人嘅包容，唔好濫用我哋嘅包容。網友和風細雨101就話啦，入鄉隨俗，出水隨灣，呢一個係千百年嚟中國人嘅口頭禪。既然喺粵地，就要有粵地嘅特色。如果地方電視台連語言特色都要上繳嘅話，咁樣就將多元化變成咗單一化，
將地方嘅多姿多彩變成咗全國嘅統一單色。喺呢度，多謝晒咁多位網友喺網上邊嘅留言。